小白哥厉害啊！说干就干，这么快，你的车行开业了。兵哥，这叫做监工有力，有没有？你还愣着干嘛呀？还不给兵哥他们弄点喝的？哦，好，走。来，大家坐啊。找你们拿点水喝啊。怎么样？我这装的。老板，这修电动车吗？啊，修，来啦！嘿嘿，今天很厉害啊！店刚刚开业就已经进入状态了。老板娘啊，他愿意忙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叶小白，开工了！哎，我先过去。冰云，恭喜恭喜！才来啊，走。不错呀，来开坐。哎，送你们的礼物。哇塞，打开看看。模型喜欢吗？真好看，谢谢冰云。你看我啊，这什么都有。乐老师也在，以后你可以常来啊。哎，阿秋，我们去看小白修车。哎，我们去看小白修车。来了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你是问哪方面啊？我真的跟慕容冰雨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啊。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不是吧？我给你解释了多少遍了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是不相信啊？我是让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？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女朋友了？啊？女朋友？当。早什么早啊？早就该看不见你了。什么情况？哎，周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邱主任刚才好像在找你，我从这儿过呀，顺便跟你说一声。哦，邱主任找我是吧？哦，那周老师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忙完了就过来啊。好，进来。邱主任，您找我啊？没有啊。啊？那卓老师说你找我。卓老师。哦，那没事，您忙，打扰了。廖学兵，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走？安纯纯同学，在干什么？没干嘛呀。你看杂志就看杂志嘛，你遮遮掩掩干什么呀？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就搞不懂你们这人看那些标点符号都不会用，字儿都认不全的人写东西有什么意思啊？是吧，贝小丹？啊？什么？你看人贝小丹啊，看书速度就比你快，昨天还在看《安妮日记》，今天就在看席慕容的书了，哇，厉害厉害！啊，原来你都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谁啊？我是 Super Teacher 冰啊！哎，我倒是发现了，只要是上课呢，你们是提不起来兴趣的。只要讲别的，你们兴趣很大啊。来，讲一讲，你们平时在研究什么呀？老师，那你和苏老师怎么样了？嚯，上来就是猛料啊！
我告诉你，这样吧，我请你们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你们毕业以后，请你们转达下一届的同学，让他们好好听讲，不要惹事儿，不要这么八卦。好了，我们继续讲下面没有讲完的。宋老师，廖老师没有高中教师资格证，真有这事儿？千真万确，你自己看。走，找邱主任去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邱主任，我这也是无意中发现的。你看，这样有复印材料。我就说嘛，廖学兵这样的人，怎么能当上高中班主任呢？您都看到了吧？他连教师资格审核证都没有，这也有点太不合规矩了吧？这次没话可说了吧？校长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这个教师资格证呢，我的确是忘记了审核，因为着急入职，所以也不明白这方面的问题。如果学校因为这个问题要停我的职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我不理解的是，为什么我的个人档案会在卓老师的手里？我不过是在给蛋石老师帮忙整理的时候，意外发现的。再说了，要不是被我发现，到现在大家还被你蒙在鼓里。哎，卓老师，这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位廖学兵老师，他根本就没有资质，他根本就不配在我们这所中学当高中老师。这可是教育局和我们这所学校的规定。那校长，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处理？廖老师呢是没有高中教师资格证的，也没有任教资格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暂时停止廖老师的课程。那校长，这段时间高二二班谁来带呀？我强烈要求暂时代理高二班班主任。校长，我原先就是高二班班主任，这次再回来是理所应当的事。廖老师，你的反对是毫无理由的。那就这样吧，卓老师就由你暂代吧。谢谢。今天呢，有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下，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呢，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有别的老师代理班主任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廖老师，你怎么又被停课了？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们啊！老师你放心，只要他们敢停你的课，我们就罢课。你们不许胡来啊！这件事情呢，与你们还有学校呢都没有关系，是我个人的原因。我们高二二班好不容易摆脱了放牛班的命运，我不希望这次又因为我别人众矢之的。这件事情就这样，不再多说了。好了，散了。我真心觉得吧，你这老师当的特室外是吧？我知道。不是，是真是比西天取经还难呢。你说我想当个好老师，我容易吗？没事儿的，高僧，咱吃顿好的去，我请。你不上课了？那就不上了呗。行，走。来，高老师，这一杯啊，我还真是得敬你。真没想到啊，这个廖学兵今天会栽到你的手里。哎，只一招，你就把他挑于马下，那真是大快人心呐！啊！我也不是想对付他，实在是看不惯一个老师和同学同流合污，搞得乌烟瘴气。对，这个廖学兵啊，他总是有那么点江湖气的。
哎，咱们学校很多老师啊，都看不惯他。不过嘛，这个校长好像总是对他网开一面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他这点小伎俩，在您面前算不了什么。对待这些顽劣的学生啊，古来就只有一个办法：棍棒下面出好人。你别急，你等着，看我怎么调教他们。好。因为我也算是郁金香的老人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学校的声誉日下。以后我们，周老师，你先慢慢吃着啊，你稍等我片刻啊。小姐，不，美女，哎，一个人吗？没有，我等一个朋友。哦，这样的，哎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，我没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问问你玩微信吗？你到了呀，快坐。谁呀？他问我玩不玩微信？先生，他手机没这功能。不好意思。就这你也聊啊？我才没有呢！我就说嘛，最近怎么喜欢农家菜了呀？老周啊，你慢慢用吧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告辞，告辞了。澡还不是你的？去洗个澡先。快去呀！等我啊。喂。谁呀？谁呀？哎！我的老婆你都敢搞？饭还得等会儿，先吃点菜。好，尝尝。看你喜欢吃哪个？好吃吗？嗯。你是打算公了呢，还是私了？要是公了，我现在就报警，我告你强奸我老婆。不，我私了，我私了。私了也行，省得大家都丢脸。你先拿5万块钱出来，我就放你走。5万？我去给你取去。你当我们他妈都是白痴啊？我放你走了，你还能回来？那我身上确实没这么多钱啊。给你那些亲戚朋友打电话，让他们送钱过来。喂，老罗，我玉浩啊。什么？在外地呢？喂，那哥们儿，我老宋，我这现在有点急事儿，你能过来一趟吗？什么？你
岳母住院了。哎喂，喂，祥子，祥子。哎，看来你的人缘关系不怎么样啊。算了吧，我们还是公安局见吧。走。不，我还有，我还有。都吃了。那个。其实你可以刚好用这段时间调整心态，在家好好歇歇。其实我当不当老师都无所谓，我只是舍不得这帮孩子。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我都知道，而且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喂，好，宋老师啊，